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1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先头起先来关心新北市新店区，昨下晡是落青公雨，有一片社区边仔的土石是规个放落去，真侪台停伫遐的汽车、乌托邦嘛拢做伙带落去。新北市府有赶紧派人去勘查，初步判断这社区的建筑物本身是暂时无危险，已经透暝时间来稳定山架，嘛会装个监测的设备。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社区边仔即块地土石规个放落，树丛也对咧消失去，了后规排乌托邦也对咧倒去。昨日下晡落大雨，互新北市新店即搭社区的地放甲真严重，新坡一家原地种树仔的所在，熊熊拢消失去，真侪汽车、乌托邦卡伫咧土堆内底，相关单位赶紧抽封锁线进行交通管制。就是雨下很大雨下很大，就是它含水量一多的话，它就是整个突然一瞬间就崩下去了。放落的面积袂小，原地停伫咧顶头的真侪台汽车、乌托邦直接切落，有车主目睭金金看到车当场出落的山坎，想到当时的状况，也是真惊吓。我4点的时候，我带小狗出来的时候，我牵狗进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路跟土的地方是有一道缝的，是很明显的一道缝。然后很奇怪，我就心里觉得怪怪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掉下来。意外发生了后，新北市府派人到场设前进指挥所，而且进行防护处理。经过初步的勘查，确认放落的地点甲社区主建筑也各有一段安全的距离。目前住户暂时唔免撤离。从目前这个社区的建筑物的结构上面来看，社区的一个安全暂时是没有问题。那今天市政府这边会来加装这个社区的一个自动的一个监测系统，来监测这个社区的一个边坡的一个部分是不是有持续的一个滑落。为了确保当地居民大的安全，市政府启动监控机制，透暝时间针对道路做紧急保护的措施，包括用钢架甲土咧看布棚，卖互雨水一直强，而且透过监测设备掌握地势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对罗西亚首都莫斯科发动这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轰炸到一间大型的炼油厂，造成17个人受伤，也有4间国际机场是赶紧关起来，航班大乱。这乌克兰是强调要来报复罗西亚进行攻击因的世界遗产，几乎受到冤。昨日透早，罗西亚首都莫斯科东南部卡波特尼亚的莫斯科炼油厂，互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后，请大量的乌烟，另外石油泡甲柴油等等物质也淹甲规世界。附近的居民讲，袂输是咧落乌雨，这波攻击也互17个人受伤。莫斯科4座国际机场也关起来，500多个航班受到影响。Напуганные,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напуганные. Проснулись от того, что гремело все. Вышли погулять, темно, горит все.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乌克兰这波对罗西亚的攻击，拢总出动要1000架的无人机，是双方开战了后规模上界大的一届。其中约200架是锁定莫斯科甲周边的地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8去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会议的时，有强调讲，罗西亚进前崩派互联合国列作是世界文化遗产，有要1000档历史的基辅洞窟受到冤。这波攻击就是乌克兰的报复行动，同时也要互罗西亚民众感受到战争的恐怖。But Putin is not stopping this war. He insists on continuing it, so the pressure must grow. 泽伦斯基同港也甲记者的群组传一段语音的信息。Але якщо буде палати Україна, буде палати ваша Москва. Тому ми ще раз підкреслюємо, що час закінчити агресію, час закінчити цю війну. 泽伦斯基18伫布鲁塞尔隆重参加5场重要的会议，其中包括甲北约欧盟领袖的会议。真侪国防部长承诺会协助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也若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也有进展。另外18同港，罗西亚总统普京参加主办的东协峰会，外交部长针对这届攻击，强调会继续对乌克兰展开定期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公视新闻景观庆编译。另外，中东的局势，在美国甲伊朗双方是完成所谓签署停战的谅解并无路，取消伫咧瑞士的正式签署仪式，直接展开核谈判。接落来60天内，因会继续参详细节。在法国凡尔赛宫晚宴的现场，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在大家见证之下签署美伊停火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也等是已经完成签署的文件。
This was not easy. I can tell you. 日本溶解备忘录列出14点原则，首先是美国、伊朗加上方朋友会马上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包含黎巴嫩战线在内。美军会伫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伊朗负责清除水雷，开放荷姆斯海峡通航，60天内相存免费通行。另外，美国会大大解除制裁，佮改动受限制资产。经济方面，美方甲区域盟友会协助组装至少3000亿美金中型基金。在核问题顶悬，伊朗承诺未发展核武器，浓缩铀库存也接受国际监督处理。最后和平协议完成了后，会提高联合国安理会背书。I believe that it is a win-win s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gets to ensure that Iran will never produce nuclear weapons. At the same time, Iranians get some sanctions relief, which is good for their economy. It's also good for global economy because the double blockade of Strait of Hormuz by Iranians and Americans will be lifted. 不过，真正困难问题也未结束，包含制裁解除的时间、伊朗核计划未来规模，加最后核协议内容，拢会伫3日起60天内继续讲。公司新闻陈秋梅报道。我来关心天气，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今仔日开始到后礼拜四，全台各地拢是好天烧热，会热到35、36度。伫咧台东也有可能会透火烧风。气象署今仔日有针对湘北、台中以南甲华东地区拢总13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过道有可能会落西北雨，特别就要提醒湘北、宜兰，也有其他山区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有可能会落大雨。再来看台铁昨透早伫咧苗栗造桥的山线，伫咧做养护的工程，结果一只怪手却是无张伫兵车卡踮咧铁基路顶悬，地势德南到苗栗之间，敢若会当单线双向通车，到昨下晡2点40分才恢复通车。一台青色怪手90度摊起倒伫铁基路，枪刀挂伫边仔，为空中看落来，事故地点下骹搁换进南港溪，看起来真危险。台铁公司干部单位18透早4点外，伫苗栗县造桥乡山线进行掩护工程，修剪树尾时阵无设置雪冰墙，造成德南到苗栗西正线停开。怪头就翻掉啊，它是单台的，单人的，他就请让大家吊出来哈，去吊。吊了差不多11点到12点还在吊。这节车辆11分开车，各位客多多见谅。台铁早起6点成立以及应变小组，由电力甲机务单位全力抢修，暂时以单线双向方式通行。地势路南上北列车延误，这车的上班族甲学生囡仔往那不满。然后有学生，很多学生在那边等，然后我们在等，他说为什么没有车？因为我平常是要搭7点24，对，然后那一班停开，然后就要等现在这班2124。然后2124呢，现在又延误。台铁表示，驶怪手的是外包厂商人员，好亲像操作无适当关架平，唔知冰车。铁基路虽然无受损，不过现场吊挂救援难度高，一直到下晡2点40分才全线畅通。因为我们要吊挂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双线都进攻才有办法作业了。电车线要先松开来，不然我没办法吊，再把它那个拉进来。5日这连假前一天出状况，台铁统计事故的抢修拢总造成德南到苗栗14列次停开，受事故影响的旅客一年来拢会当去车站办理退票，而且免收手续费，营运的损失会向厂商求偿。记者采访报道。台电核二厂逼出集体收钱的备案，在检方有约谈核二厂5个前现任的主管甲员工到案，其中前厂长、现任的副厂长，也有科长是拢奉升压禁检。台电回应讲，会全力来配合侦办，也有加强内部的管理。表情严肃，核二厂生产的前厂长被传到北检审问，伊以前的同事包含现任的社团副厂长甲真侪消费组成员，共患者约段名单，全部加入台电核二厂押出的集体收钱备案。幸好生产的前厂长、现任的社团副厂长甲生产科长拢被升压禁检核准，另外2人30甲50万交保。今日地检署涉案厂商也陆续被带转去审后车回。北检查出，核二厂7、8年前办理的4件采购案，3间特别厂商为无要被刁难，顺利履约结案，涉嫌提前疏通。涉案的5系核二厂官员涉嫌就乌西钱将近1000万。
其实检方去年才查出，生产的经厂长是嫌收乌西钱，第7控制4年采购案，各项特定业者得标，协助完成验收。迄时阵，为伊的徛家天棚，佮超出大笔现金，虽然专案定价起诉，毋过北检调查无停落来，关键就伫当初得标的厂商顶悬。这些好厂商出来有一本行事历，用手写清楚记真侪项标案的送钱日期、地点甲对象，互检方怀疑，伊毋但家己送乌西钱，也登记作为或是唱歌员，甲其他厂商的白手囊，即摆被约谈了后500万交保。相关的资料都已经提供给检调单位，全力配合侦查。疑似涉案人员都已经暂时调离原来的职位，前厂长也已经遭到免职的处分。针对这个内部发生这个廉政的案件，台电也会深切反省，持续精进采购的一个业务制度。台电设置厂2部机组陆续伫2021年甲2023年停止运转，进入对核阶段。不过对核成效拢有贪腐弊端。台电回应全力配合承办强化内控防备。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写什么？先带大家来看《中国时报》。2020年世界竞争力的排名，台湾对去年的第6名进步到第4名。不过，在政府效能的财政经济项目，台湾去年是第3名，今年落到第7名。再来看《联合报》，针对日本甲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谈判，咱的总统赖清德指出，依照国际法规定是袂影响到第三方的权益，中国嘛无权利伫咧这个所在做出任何主张。最近中国侵略咱东部的行动是已经造成区域的不安。落尾是《自由时报》，立法院进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甲无人机的预算拆掉，但行政院搁再通过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2100亿的经费。咱的总统赖清德是强调这推动国防自主的决心，所以行政院会是搁再规划这个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5档编2100亿，就是要来采购攻击无人机甲无人艇，应付咱国军的作战需求。我们也呼吁中国能够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能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在就任了第1摆国际媒体聚会顶悬，总统赖清德是重申维护台海现状的立场，国发会中国应该放弃扩军和武力攻台。赖总统嘛指出讲，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无改变，相关军事员当在心意，而且强调台湾推动国防自主的决心。关键是台湾强化自身防卫能力的方向不能转向，那脚步呢也不能够放缓。那我们会持续跟美国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刚一讲，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是通过2026台湾拿天法案，希望深化台美在无人机系统的研发和生产合作。不过，真正立法院3读的国防特别条例，并无把4700亿无人载具的相关预算列入去。因为安尼，行政院第10摆是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规划2026到2031年间，编列2100亿的特别预算，当年去传1446架滨海舰征型的无人机，208200架滨海攻击型的无人机和1320架小型自杀无人船等3类的装备。陆军、海军都编制了专业的无人机部队，它的基本作战需求去筹购，完全以国内产制，采取公开招标，而且是复式绝标。没有把无人机的系统放进去啊。那事实上还有一些跟产业合作，或者是委商生产的，有一些比较精准打击的，或者是跟美国合作。弹药生产都没有纳进去啊，这个是蛮遗憾的。学者分析，第1摆特别条例内面，并无包括红台独的新型无人反制系统，和台美共同研发还是相互委制等项目。国防部讲会照财务能力这项基定，持续检讨追加预算，还是编辑刷到来年度公布预算。事实上，可以列一个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而不是要特别条例。以年度预算来看的话，它当然也有举债的问题，特别预算当然会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这是条约对国再提出特别条例看法无同，国民党的立委认为讲欠必要性，民进党的立委是表示讲欢迎在野提出家己的版本，做伙来理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通过毒品条例甲道交条例修正草案，
驾毒驾驶或者是技术采检的，拢会当吊销驾照，3档内拢袂使去考，车嘛不收。若是驾毒驾驶害死人的，这4人拢袂使去考驾照，坐公车嘛就要做回法律去。另外，也因为即马真侪电子烟掺毒品的，行政院嘛要来修正《危害防治法》，加强管制电子烟。车偏离车道冲撞路边的5台汽机车，台北市南港的这车祸果是驾驶赛车引起的，驾驶被检出的毒品有多只被法务部关机，升级做以及毒品的依托米兹，好加在无人死伤。小客车驾驶神情恍惚，经现场实施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确认为毒驾，另于车内起获依托米酯烟弹1颗，当场依现行犯逮捕。真侪驾驶赛车，行政局提修法18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无论有无肇事，只要毒驾的累犯，就终身不得再考照。同时，不论车辆使用的车辆属于何人所有，一经毒驾发现，一律没入车辆。如果你车子不慎被偷走了，如果你也是符合刚才我讲的，不是你的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我想也是不予处罚。但是这都要看个案的具体事实来做认定。道交条例修法重点增加，驾驶赛车或者是驾驶赛车拒检，吊销驾照3年来免考领，且目前驾驶赛车致人重伤死亡，终身免考照，共车成年乘客相当罚15000。若经过警察机关确认有驾驶，就算无赛车行为，也被有风险吊照2年来免考领。这毒品条例修法考虑即卖就检规定，无法度完全符合实务需求。修法增加喙瘾采检，将这个方式法制化。不过，国内驾驶赛车乱象严重，甲电子烟的滥用有关系。中央成立扫污反毒小组，已经将列做一部重点反毒工作。电子烟我们的规范呢是规范在，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可能就会提交院会的烟害防治法当中，会把这些漏洞呢把它给补起来。违宪法道交条例、毒品条例修法了后，赛期危害防治法也要修法，强化对电子烟管制。相信下礼拜行政议会就会进行讨论。行政署则下令18暗时启动专台大执法，主题驾驶赛车记者综合报道。南韩伫咧38度的军事界线外围有规划一个区域，讲是会当互民众来出入的民通区。因为南韩的国防部表示讲，即马因为局势已经甲以往无同啊，所以是要甲即个民通区束缚较矮咧。外界嘛认为讲安尼做会当对两韩的情势有帮助。南韩国防部17宣布，会调整南北韩边境附近民间人员出入统制线的范围，平均往北刷2公里。原因是当地安全环境已经无相像啊，而且安尼做卖当互边境的居民生活加较利便。통선은 평균 6km 정도의 조정이 가능하며 여의도 면적의 약 90배에 이르는 통제 보호구역이 제한 보호구역으로 완화될 것으로 예상됩니다. 南北韩38度边界两边有2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南韩为着避免平民入去战区，1954年又搁伫非军事区南边设民间人员出入统制区，跨度对5公里到20公里，简称民通区。民通区大概有2万人住伫遐，也毋过出入拢必须要经过军方严格的检查，外地来的访客也必须要经过申请。即马民通线的范围变更，毋但互居民的生活较袂受到限制，边境附近也有450平方公里的土地，袂搁再受到军事管制甲法规的限制，会当做产也是开发。지금 현재 제재라고 하는 거 아무 소용이 없다 지금. 우리가 좀 현실적이 될 필요가 있겠다. 现任南韩总统李在明外交的理念是务实外交，也就是甲各界拢保持真好的关系。针对北韩放出友善的信号，会尽量降低紧张。即届缩短民通区的范围，放零军事管制，也有向北韩提出诚意的意思。另外，李在明16伫法国 G7 峰会，甲美国总统 Trump 见面的时，也有当面表达希望 Trump 会当帮助领导南北韩和平进程的想法。Trump 是简单回应讲会处理北韩的问题。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南韩李在明政府按算年底要提出任内头一份的国防白皮书，传出有可能会提调北韩是敌人这款的言辞。不过，南韩的国防部是否认这个消息，强调因的立场无改变。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是传出庆声，至少有2个人伫咧人阵来去去的路口开枪。警方表示，真紧就抓到一个嫌犯。因那消防单位是讲有一个人送病院，不过目前是无公布其他细节。英国航空一架飞机要对日本的羽田机场飞去英国伦敦，一要起飞，这机顶却是有一个旅客手机啊熊熊导火请恩，这空服人员是赶紧来拍火，好在在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镜头转来看咱国内经济部能源署公布上新的报告指出，因为即马天气愈来愈热，佮再加上 AI 半导体产业大发展，未来10档这用电的需求年平均会对去年预估的佮加1.7%，提悬到2.5%这么悬。这用电的需求是已经比日本佮南韩也佮较济。也毋过咱的能源署是强调有量上的准备。去年国内 GDP 有8.76%成长，啊，毋过传统产业用电减少风太济，用电负成长减少0.3%，未来10年也是成长的趋势。能源署公布2026至2035年，用电年均成长率是2.5%，比去年预估的1.7%搁增加，比日本甲韩国拢较悬。AI data center。好，还有就是半导体未来这个需求看起来是很畅旺。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气温的因素，用电需求跟这个温度的关系其实蛮大的。天气热、天气热，拢带动用电成长。在基地工商协进会会员大会专题演讲的鸿海董事长刘永伟指出，全球人工智慧资料中心产业持续地发展，到2030年会增加用电量106 GW。差不多是台湾2.5倍的总用电量。AI data center 不光是有1.6兆元的这个那么庞大的产值，而且它也会用掉非常非常巨大的电力。能源署讲，已经把半导体产业资料中心加 AI 科技等新增加用电的需求纳入考量，会加估算成长2.5%，嘛准备较量予业者通申请。未来也大概有估了大概接近1.2 G 的 IDC 的一个量，那甚至于我们目前还有一些余裕，还可以再准备2 G 到3 G。不过学者是讲，以 AI 资料中心需要稳定基载的电力需求来看，政府虽然有规划新建真侪燃气机组，啊，不过却无考虑万一接收站起袂赴，地缘政治出现供气的问题变数，可能会带来供电的风险。这还是应该以保守为宜啦，而且要尽快想办法让其他在国内现在这些可用的核电机组都让他们能够尽快重启。因应用电成长，能源署指出，燃气机组未来10年会新增加26 GW， 若是独一的燃煤燃气机组，除了线路要拆除的，其他转为备用电力设施。啊，那再生能源是规划太阳光电的装置用量到2030年会加1倍到31.2 GW， 希望扩大推广触电供电。离岸风电原来会成长2倍外。记者采访报道。央行召开第2季理监事会议，决议利率无要调整，已经是连续9摆维持无改变。也另外，这房市选择性信用管制也是维持无变动。央行强调会密切来关注，看状况调整。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国内上新利率决策，央行维持不变，政策现率依然是年成2%，连9摆无起。担保放款用通利率加短期用通利率也拢无调整。按过第2摆理监事会议内底有2个理事认为，因为通膨因素，即嘛是成立小好时机。其他理事大部分建议利率慢起。这一次呢，我们维持利率不变呢，是我们还是蛮 comfortable。当然，这个呢，我们还要在9月份、在12月份。再重新做一个 focus 的还有参考其他的机构对我们台湾通膨的一个预测。基本上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就是说有那个升息的那个了哈，还是要 data dependent。考虑人工智慧相关投资一直增加，央行上调台湾经济成长率为 7.28% 调悬到 9.45%， 对 CPI 年成率为 1.80% 上修到 1.91%。不过，进前央行总裁杨庆良8点稀稀透露，选择性信用管制就到这引起外界热议，管制会进一步放零。针对外界讲法，央行正式回应，依然继续维持选择性信用管制，无增加也无放零。
我们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呢，我们是维持。我们的民众看涨房市的预期心理呢，还是仍然是人缓了哈。房市交易降温，房价涨势减缓。但是呢，我们国内的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的负担呢仍重。针对最近大股交易政策，民众扩大借贷做理财，互全体银行个人理财、周转金贷款也有明显证券机会，甲金融辅助业投资融资明显成长。央行发声，银行要特别注意信用扩张甲风险控管。中央银行的立场来看的话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密切的注意那资讯的一个掌握，包括我们去要跟联征要哪些的资料我们会希望我们来更进一步的来掌握这个信用扩张的一个问题。央金融总会告诉这是因为大家对 AI 题材甲科技业有兴趣，目前经济基本面真好，所以才调悬 GDP。不过股市是不是过节，金管会会继续密切的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的移工超过86万人，其中差不多55万人有劳保。不过，即马说是逼出伫咧越南伫网络会当买到假死亡证明，佮讲这政府是有当因仔的资料齐全，会当用来骗劳保给付，引起讨论。咱的劳动部是强调讲，会来验证这文件到底是真是假，嘛会加强查核案件。伫越南的网站顶悬是出现卖假大学毕业证书等文件违法的网站，上特别的是卖假死亡证明，达张上50万到100万的越南盾，好代表差不多是650到1000字。网站佫讲这假证明有政府当因仔，资料真齐全，真的假是真歹分，嘛引发讨论。大家都知道 AI 的科技仿真的技术越来越高级，假钞的仿真都可能蒙骗到一些人。何况是这个假的证照，这个假的证照要做仿真的处理，可能比假钞还要容易耶。因为目前台湾移工的人数是超过86万人，内面差不多有55万人有保劳工保险，有会当申请保险给付的权益。外界质疑讲，感受越南的移工假讲父母过身，用买来假文件申请劳保的给付，互劳保变作外籍乌市的提款机。应该这样讲了，透过我们仲介在协助在办这些文件的其实是不多啦，那一定会去了解他家里的情况是怎样的。照道理讲有什么问题，他应该第一时间找我们才对啊，不找我们帮忙。不找我们帮忙，就是怕我们知道那是造假嘛。伊这个越南的网站，讲是除了卖伪造的死亡证件以外，佫会当甲你倒摕到完整的文件。做资深中人的业者讲，这就亲像违法的健保加抓，会教别人安怎来诈领健保费。这种非法的一条龙的服务，确实是互人真烦恼。保局在审查的时候设有一个主动勾稽异常态样的一个查核机制，家属那个年龄的差距是明显不合理的，出现重复请领、异常态样，那就会把它剔除了。对这劳动部强调讲，会透过驻外管处和来源国驻台机构来验证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加强查核无正常的案件，确保合法的被保险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去年中华师范大学是发生性侵、性骚扰的案件，监察院宣布要单核3个适用公务员服务法的教授移送庭改法院。因那中师大嘛回应讲，会来检讨性平案件的处理流程。中华师范大学是中部地区性平教育重要的师资培育中心。不过，去年有4个辅导甲资商学系的教授洪亚出性侵、性骚案，监察院经过几6个月的调查，10月宣布通过不担任行政职适用公务员服务法的3个教授的单核案，移送庭改法院审理。张景然、黄中坚还有王志宏已经弹劾确定了哈，谢老师他们居然犯案而且基于权势的关系，其实学生隐忍了10多年。监察院报告指出，不担任中师大副校长、副主系系主任的张景然以权势甲指导关系对2个毕业生性骚扰，经中华管府审议认定属实，裁罚3万块，并核定去年8月退休、同款不担任过系主任的黄宗建教授是对3个在校生有性侵、性骚扰的行为，校方以教师法改聘。若不担任中华关教育处长甲中师大学务长的黄志
宏教授是牵涉9个学生的性骚案，今年4月30开始改聘一档。监委认为本案因为权势关系影响，互被害者掉伫真恶求助的困境，产生机构的陪伴效应，影响各界对资商领域的信任。受害者坦白讲，身心意愿伫复原，感谢政府替因伸张正义。这条复原的路很长，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是很感谢。除了设置性平咨商专案，处理或转介被害人接受心理咨商服务，同时针对校内教职员工生持续办理相关研习讲座以及系所巡回宣导，强化跨单位协作与监督。另外一个涉案性王的教授，中师大校评会今年1月已经决议停聘一档的处分。校方表示，会检讨现行性平事件处理的流程，强化跨单位监督，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再发生。监委是要求教育部甲卫福部后续加强管理师资培育、资商集结监管等领域。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台湾人透过金门厦门的小三通，竟然是走私300多只的线虫仔甲虫拖，伊无申报嘛无检疫，这寡我的动物到底是安怎通过安检电工？海巡署讲爱个检讨。行李箱仔内底一盒拢是活的豆丁，拢总有300只。一个生出来台湾人15都是用这款方式，将活的豆丁放伫咧随身行李内底，对金门透过小三通炸过中国厦门。因为无事前申报嘛无检疫证明，去互中国的海关退军。直到这批豆丁送登来金门，嘛随互海关扣起来。只是外界质疑，这批活的豆丁竟然会当放伫行李箱仔内底，通过电工的检查顺利出境。海关到底是倒一大定数是个查？6月15日未能及时查获该名旅客违规携带活体蜥蜴出境情事，将纳入案例，逐次提升勤务人员教育训练经验。另有关本案未经申报携带活体动物出境，后续将由第9安巡队完成相关调查，并函送主管机关办理。海巡表示，会好好检讨安检的定数。不日17下晡，金门小三通海关人员伫咧做入境检查的时阵，嘛佫伫一个台湾人的行李超着300多只活的线虫仔甲虫拖，共款因规无申报无检疫证明，随互海关没收。加在这回海关有即时发现，海巡署强调，民众要抓活的动物出入境，一定要事先申报，若无都是违法。除未经检疫程序私自携带或走私动植物活体入境，将违反相关法令外。倘欲携带动植物活体出境，必须向主管机关完成申报程序，并主动告知检查人员，避免受罚。因为这阵当着5日节，进前海关都捌查到有人会趁这一时偷走私香菇，也是活体动物入来台湾。最近海巡署南部分署就针对屏东枋寮、枋山后壁湖地区的工寮空厝来加强稽查，避免有违法的物件偷入来台湾。记者柯家族邱永综合报道。台南有一个司机驶货车走快速道路，虽然伊车道在脚踏车是别有好势，也毋过这脚踏车顶头有挂喙罨，这个喙罨互风扇一个加热器，煞方罚12000块。这个货车司机是提起行政诉讼，也毋过法院判伊败诉。货车伫第86线驶，车后道顶头阁有一只脚踏车，看起来嘛有别好势。不一个后一秒，别伫咧脚踏车的一块喙罨，煞有风吹落去，结果互后边的车录影检举，车主罚12000块。法院来评断，讲这个代志是不是真正这个口罩是货物还是用品？这个要给我一个厘清啊。我会继续上诉，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合理。在正常的法律上是，只要是车上掉下来的东西，都属于货车的责任。对啊，对啊，因为毕竟也是搭车上的东西啊。当事人强调，这是一块喙罨，不是一箱喙罨，嘛不是普遍认知的货物。伊实在是伫咧唔知影的状况才发生的，向罚钱感觉真不服，认为采取有失公信，所以甲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啊，毋过煞是败诉。那虽然掉落的物品是口罩，但是因为没有妥适装置，那所以在行进间会飞落，有可能会阻碍其他驾驶人视线，而造成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所以法院认为，那个口罩是放在车辆后斗，那所以它也是属于货物的一环。台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就强调，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只要车辆伫咧驶时阵，载的物件有漏气、飞去、
落落去等等的状况，无论是大还是细，还是有价值无价值，拢会罚3000块到18000块。另外嘛强调，若是高速公路还是快速道路落落去，罚款上加拢是12000到18000。也那这个当事人嘛强调会继续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旧历5月初7是工艺祖师鲁班圣诞，伫咧中华鹿港有举办鲁班公演，邀请到全台湾100多位工艺师甲艺生，展出117道的工艺品。现场嘛有安排济活动，互民众会当亲手来学做手艺。木雕、插线、绣花，一道一道金卡有路的工艺品，互人看甲目睭无转轮。旧历5月初7是卡城先师鲁班的圣诞，调用鹿港协会为拜四开始，连续举办4天盛大的鲁班公演活动，邀请来自全台湾100多位的工艺师，展出117道的工艺看道，用工艺品敬献予鲁班，场面真热闹。我逐年拢会来参观啦，这做的人嘛足无简单的啦吼。做甲安尼足水足好看的。即摆拢较重视的拢是画图用电脑，啥物拢用电脑就好啊。毋过即摆手艺啦，渐渐地弱化，所以今日来看这展览啊，感觉非常有意义。鹿港地区工艺发展振兴，调用鹿港协会为1996年开始承办鲁班公演活动，除了有盛大的祭祀典礼，嘛用工艺看道的方式演祖师。今年鲁班公演有108位工艺师参加，现场展出超过500件精彩的工艺作品，更邀请到104岁王青松大师展出伊的漆艺作品，也是今年鲁班公演年纪上大的工艺师。鹿港鲁班公演是敢若伫即个鹿港在地，是慢慢咱推广了吼，会吸引足侪全台湾的工艺师。咱上大是104岁的洪青松老师，上年纪上轻的是超30岁左右啦，所以这工艺是不分年纪啦。主办单位表示，除了有工艺看道会当欣赏，今年鲁班公演，阁有安排工艺师的示范活动、工艺小学堂、传统艺品市啊等等的活动，希望透过展出、体验加交流活动，互愈侪人认捌台湾工艺价值，互工艺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这鲁班公演，这精彩有路的作品是按照年岁辈分来排的。今年的头道也就是100多岁人间国宝王青松艺师的作品。这位王青松艺师，伊做漆艺是已经创作80多档啊，到当逐年嘛拢会推出新的作品，带大家做伙来认捌台湾工艺界这位国宝大师。阮一寡柑仔色的漆伫画板顶头一笔一笔画出羽毛的线条。今年已经105岁漆艺家王青松老师，是咱国内目前上资深，嘛是文化部认定的头一个漆工艺人间国宝。无写成过来画，安尼就袂适宜咧。一定是要去写成做根本基础，再落去画。王青松老师讲，伊捌看过物件，伊袂晓画。80多岁时，为着要创作玉山，佮爬去海拔2600多公尺高的塔塔加去写实去感受。漆艺创作需要真侪功夫甲时间。王青松上出名的高石灰技法，画一烟漆爱等过外月，等伊打了后，佮再磨，佮再砍漆，佮再磨，工序是非常的复杂。这个山就代表的高石灰的技法伫内底，比如说上悬的位，打个比方，伊是画20遍，较低，无一定画15遍、10遍，安尼直来，慢慢地，慢慢甲调较悬起来，吼，伊就有一个立体的感觉。这是伫日本时代王青松漆工艺创作初中毕业就开始了，因为他台中工艺学校漆工科的时表现优秀，校长推荐去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漆器，伊是头一批去日本学习的台湾人。1954年，颜水龙招伊做伙伫南投德山草屯开课，培养工艺人才，两个人为台湾工艺产业的发展打基础。王青松的100岁人生，其实嘛是咱台湾工艺100档的发展史。一生最大的一个欢喜。当年为台湾所种下这颗公益的种子，至今已花开满园。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对我们台湾公益重大的肯定。王青松若培养真侪艺生，家族3代嘛拢投入漆工艺创作。老师对每一把作品认真的态度，对艺术的坚持，就算今年已经105岁了，嘛是个继续在创作。
伊讲伊正感恩台湾这块土地，嘛鼓励后辈继续打拼做产业。咱世界来讲，最适合产业的发展的，就是咱台湾，只有台湾的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5日节，伫咧中华鹿港龙山市，逐年拢会举办龙王节来敬拜龙王，祈求风调雨顺，也会举办爬龙船比赛。另外，鹿港人咧过5日节，其实也有一项食煎刀这个传统。热烈的鼓声准备要来迎龙王，中华鹿港逐年伫5日节爬龙船比赛进前，拢会举办龙王节仪式，由鹿港龙山市的龙王、甲鹿港天后宫的水仙尊王出巡护持，祈求活动圆满顺遂。今年拄好是龙山市龙王中属60周年，庙方阁特别邀请未了宫环宫的龙王共同参与活动，热烈滚滚。因为未了参咱龙山市，因为阮的开基祖师是同一位哦，所以阮有一个缘缘。阮这两庙的情谊，阮去甲邀请讲吼咱来一个双龙会，让这个地方的盛事更热闹这样子。鹿港龙山市表示，迎龙王尊神的活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一开始5日节迎龙王是为着拄疫病，后来庙方参爬龙船比赛结合，扩大举办龙王节活动，有采集了境记号，嘛有隆重的祭公仪式。龙王带着遮龙舟伫路林甲了境，像较早共款祝福消除疫病祝福遮居民之外呢，行到天后宫的时会去请咱的水仙尊王祭公的活动，希望讲比赛顺遂人员嘛拢顺遂安尼。鹿港5日节除了有传承100年的龙王节，还有一项正特别的习俗，就是5日节拜祖先一定拢爱传煎地。豆菜甲韭菜，你若是往伤靠伤顶。煎地有分咸的甲甜的，咸的是米粉搅豆菜甲韭菜，甜的是加糖。若鹿港人食煎地，相传是和女儿补天有关系。古早流传就是讲5月做水，煎这面煎刀咧补天。煎地吼，嘛人讲煎刀，这以前古早人讲落来是因为这女娲补天的故事啦吼，所以呢，甲这煎地米粉煎到安尼糊起来，安尼补天的一个因果安尼，这是一个当时流传落来故事。鹿港5日节唔闹热烈的爬龙船，还有食煎地等等在地特色习俗，丰富的文化活动，唔闹民众祈求平安顺遂的心愿，嘛代表鹿港的生活基地。和5日节唔那是一个节日，佫较是地方文化展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全台各地台语拢有无同的腔口，其中上有代表性的，就是咱拢知影，鹿港人讲话无相同。除了腔口甲变调无同，真侪用词嘛是真特别。亲像因咧讲加链，也就是加刀；痛龟啊，也就是落地啊，真趣味。咱继续对着台语台记者做回来了解。我要去市口买肉回用六龙仔粿。用一句话就当知影你是鹿港人。中华出名的食食肉丸，若来到鹿港就爱讲肉回。一般人讲的加刀，鹿港人是讲加链。台湾台语腔口真多元，敢若是一句话、一项物件的讲法，都会当看出在地文化发展甲生活基地。这个肉回，迄当阵做出的时阵，内底包一袋肉，外口是用这个米浆，甲这袋肉甲回甲包起来，所以讲这个动作回，这个动作，伊就甲伊掠落去，就变成做肉回。台湾台语腔口多元，其中中华的鹿港腔是真有代表性的海口腔。除了有侪在地特有的台语词讲法，就连发音、声调嘛拢真有特色。一个是一个是这两个音是通行腔无的比如讲阿母卖猪肉，猪的音，比如讲。阿嬷咧煮无阿公穿婆鞋婆。台语老师解说，鹿港腔的声调变调，嘛有可能会甲别位无同。譬如讲，第2调变第9调，滚水，鹿港人会讲滚水；第5调变第3调，黄金会讲黄金。但是因为语言通行腔占优势，鹿港腔豆豆咧消失。即阵也袂少少年辈用 Podcast 也是办活动咧推广鹿港腔，希望保留在地特有的腔口。大家欢迎收听阿凯亚之声的 Podcast 哦，只要伊的声音吼，就是拢受到真侪人的欢迎甲卡哇的吼，这个单元哦，学姐你敢有用？这个学姐甲听众朋友爱杀住一个。暗地啊，吼，啊你咧，裤地啊，落地啊，暗地啊对无？阮鹿港人讲通龟啊。
语言的发展会当反映出一个所在历史、产业甲生活方式。鹿港乡保留济在地特有的讲法甲声调，毋但是语言的特色，嘛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记号。在地人也用家己的方式来推广，希望保存遮尔有特色的鹿港乡台语。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4度至36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4度至35度，东部地区25度至34度。也阁有外岛地区25度至31度。继续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